大基本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民间风俗，即礼拜六半暝饭店交主时，就要开鬼门，地下鬼魂就会放出来休假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甲地甲的甲，读甲甲第八条。这个甲就是家乐的意思，咱讲家甲。另外，家甲的编制，较早讲是乐卒，若是家甲的官员，也就是乐官乐吏。地府关孤魂野鬼的所在，就是地甲，有人讲是地角城。古早认为讲食牛肉、食狗肉是当做，袂当食。就有一句话讲，食了牛啃地角难免，意思是讲，若是食牛肉、食狗肉，就会落地角。另外，开鬼门，古早有人讲是开地角门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家甲，也就是关犯人的所在；第二个词读做地甲，也就是地府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旧历7月初一，民间的风俗会开鬼门。伫家己在地有一句俗语，讲城隍爷放鬼，地藏王收鬼。这个意思是讲，当年旧历7月开鬼门，地甲的孤魂野鬼就会当暂时离开地府家甲，亲像是休假同款，放出来到人世间接受民众普渡交代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甲，这是白音；另外一个文音读做玉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